的。因来大家即马当在关心新的人事案，凤城江南国造专案调集人黄曙光已经向总统蔡英文请辞。黄曙光也是国安会资深委员，伊伫昨暝时有发表声明，证实讲伊是因为做甲伤忝才会请辞，和别人是无关系，和政治嘛无关系。伊嘛呼吁有心人，唔通搁一寡有诶无诶用话。江干国造的原型舰海鲲号目前是停港进行测试，但是身为江干国造专案调集人、国安会主委的黄曙光已经向蔡总统请辞。16暗伊发声明讲，请辞是因为个人的身心拢正忝，甲别人无关系，也无政治原因。以后将会以民间人士的身份协助台船甲海军造舰。叶小妹黄珊珊也讲，早就知影这件代志。刚好也是政党轮替嘛，我觉得这个是他工作上负责任的态度啦，本来就应该跟着这个工作完成阶段性任务的。验过伊的事情，蔡总统也未准。总统府表示，也我直直了解，江干国造经过20年，总算等到海鲲号。黄曙光是重要推动者，伫任内带团队突破定困难，摕到红区装备。虽然牵涉到设备丰富，依然坚守岗位过进度。对于公法的取得以及后续建的规划，我想这也是黄曙光的贡献之一。黄曙光伫咧声明中也希望有心人士唔通搁再有恶意的攻击，败坏社会风气，也唔通打击军人的名誉甲士气，若不会影响国家的未来。对有明示讲，伊伫江干国造时阵收取不正当的利益，黄曙光已经提过。现在的困难远比我们过去的6年还要艰巨，还要棘手。但是他也是还是承接着这些重担。黄曙光若请辞迄阵，团讲国造江干专案小组也会改变，外界担心会影响7代后续干的规划。李主也团讲，总统府加国安会将设立先进国防事务办公室，目前规划3+2+2阶段，继续制作江干。那也许后续的舰呢会陆续在成熟，那这样呢可以把这些新的这个技术呢用在这个未来新的前舰上面。前总统赖清德已经表示全力支持，为江干国造做力强心剂。学者讲，海鲲号国家7代后续舰、海良号、海虎号，海军将会当做江干部队有效反制中共的水面舰。记者